在中華園林呢，昨是來發生這警察甲毒品販銷走小路的這個畫面。這是一對有毒品嫌疑的兄弟啊，拒絕警方的盤查。這警察呢是甲落尾1公里遐爾遠，落尾這嫌犯的車呢，是因為在路口互貨車甲弄到，才總算停落來。警方是隨落車甲壓制嫌犯，也那邊仔3台奧多拜嘛受到影響，有一個民眾受傷。經過路口拄到紅燈，但是嫌犯的車直接衝過去，互青燈直行貨車弄到，高檔入去路口的手持地點，店內人驚甲趕緊密入去內底。這呢驚險的畫面，就發生在拜二下晡，警察咧圍捕涉嫌毒品案的嫌犯。嫌犯的車佇中華園林市灣水路一段甲山腳路2段路口發生車禍，警察隨落車壓制嫌犯。大貨車從東山過來，所以山頂來，就會弄到伊的中柱。我看伊那敢若暈眩哈。昏呀，昏去啊！要被警察拖下車。中華縣警察局表示，當時專案人員發現姓柯的嫌犯的車隨落去哩，但是嫌犯駛真凶拒絕停車，落尾嫌犯弄紅燈甲大貨車相撞，造成3台車受損，一位等紅燈的民眾輕傷。許嫌駕駛自小客車車速過快，並闖紅燈，當下與民眾駕駛自用大貨車發生碰撞。碰撞的當下，有波及在該路口停等紅綠燈之民眾。總共是3部車輛的一個交通事故。那現場總共有4名人員。那經過我們救護人員的檢查之後，只有一個機車駕駛肢體有輕微的擦傷。警方表示，這件毒品案是中華地檢署指揮園林分局、保安隊霹靂小組加海巡署共同偵辦。在車頂查到的毒品加相關的違禁品，也擱咧清查，專案擴大偵辦中。記者袁淑成綜合報道。